教會增長嘅核心從來唔只係數字，見到新朋友加入係恩典嘅起步，但係耶穌嘅大使命帶領我哋走得更遠，培育出成熟跟隨主嘅生命。真正嘅增長係內在屬靈生命嘅更新，係從接受愛變為願意喺生活中實踐愛神愛人。當一個生命被主觸碰，被真理改變，就會開始影響身邊嘅人，服侍呢個世界，讓教會唔單止係建築物，而係喺地上延伸嘅見證。增長係外在人數嘅擴張，更係內在生命嘅成長。沙浸希望唔單止帶領人嚟到主嘅面前，更加係要同人一齊成為榮耀主嘅真正門徒。